以真的一路走来，真的遇到很多的人来协助他。比如他在7岁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使用的沟通辅具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一个黄副教授，黄志雄黄副教授，他跟我也是初次见面，可是他却为了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辅具给新乔使用，所以才奠定他后面整个认知的学习。到小3的时候才学会注音符号，可是他在小4的时候能够写出用平板、使用电脑这样打出一首小诗过来。那在这里面遇到很多很棒的人，才能够翻转新乔他现在的那个能力。那我们也真的是希望说把这份爱继续扩散给大家知道说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协助一个人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因为我们小小的一个协助，可是可以翻转他往后一个很大的生命。大家好，我是新乔，今年18岁。画画可以训练我的眼睛，然后就可以跟着的会走路。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健康。那你告诉我们，你最喜欢你的画作是哪一个画，或是跟我们介绍一下？梦幻樱花里还有芭蕾舞女孩，因为我想要跟她一样可以跳舞。等我哥哥的走路的时候，我想要跟他一样跳舞，可以在妈妈身上抱着。很温暖，很温暖。是，因为妈妈很胖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他居然说对。从小乔的身上，家庭看到一个爱的家庭，他的孩子是多么幸福。我想说，在座的话，很多父母亲，我觉得说，从他们的乔的爸爸妈妈身上学到，真正是那个爱超过一切金钱，超过一切能力。大家知道那个德瑞莎修女哈，他曾经他讲了一段话非常有意义哈，他讲说，有一些人来到你的生命是给你最大的祝福，也就是您的贵人哈。那有一些事情来到你的生命呢，是你的功课哈。所以我想新乔，你也得到刚刚乔妈妈讲的，就是说，有得到一些人的祝福啊，贵人。那我想也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热情，这么热爱的画展，我相信也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启发，也会成为大家的一个祝福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虽然是你的功课，可是我相信带来的意义是更大的。